嘉德新學校名列前茅，理想在握。每天送你多一些開心回歸。9月15日到11月7日，連續8個星期，逢星期1至5，聽實 AM1430全線節目，每日密碼隨時出現。與此同時，收睇新時代電視，畫面提示另一組密碼，集齊電台、電視兩組密碼，上載到 AM1430.com 或提交到 Fairchild Radio App，就有機會得到每日獎賞，價值80蚊禮品包一份。終極大獎一人獨得，由香港航空送出溫哥華來回香港經濟客位機票2張，每天送你多一些。今年93歲嘅呂明師傅，每日仍然會親手製作竹蒸籠。呢對粗糙嘅手就滿佈咗佢喺呢行70幾年嚟嘅痕跡。我對竹嘅由細佬哥到現場都係咁有心思嚟做得。通過傾偈啊，或者係背後望到佢做工藝嘅精神，發覺所有複雜嘅嘢都係由最簡單嘅嘢開始。香港故事師傅來了2，星期六晚上7點40分，新時代電視1台。香港插畫家移居加拿大多年，憑精湛畫工將兒時熟悉嘅香港舊貌以細膩筆法同情感記錄及分享，讓移民重拾舊有情懷。越嚟越多人畫圓點畫，要專注同有耐性，一筆一筆重複點畫。呢種具節奏感強及重複嘅手作，讓大腦進入冥想狀態，就似做瑜伽或聽柔和音樂，令人平靜。星期三晚上6點45分及10點20分，時代雜誌為你報導。